真正重口味，380kg 女團 Pocha 扭腰揈螺冚 AKB。有冇人覺得依家啲女團全部都瘦奀奀，睇到悶呢？睇下 AKB48，個個都好似倒模咁，冇乜新意喎。嗱，Face 就有好介紹啦。日本樂團將會推出一對新組合 Pocha， 佢哋嘅賣點就係夠重，5名成員平均體重有成76公斤，總體重有成380kg啊！相信係唔少女士聽到都會驚嘅數字嚟，偏偏呢個就係佢哋嘅賣點。其實 Pocha 喺今個月29號先正式出道，不過由於佢哋咁重口味，未出道已經引到一班網民關注。佢哋嘅經理人仲好醒目添，呢幾日就放咗佢哋嘅新歌 MV trailer 上網，成功製造話題。AKB48 可能都要諗定方法還擊啦。Face Pop 一開即韓，快啲下載，猛片如雲，韓料最強。